我跟你讲哦，掌握你顾好哦。啊若无吼，连你都免转来。我无小三，我无反背伊。拜托的啦，我到底要哪做才会当互因看到我？若是你想要和轩轩讲个清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，这位毋是你的，你真唔对啊！上应该坐伫遮的人是我。是要走倒去啊？遐侪年毋捌见面啦，啊？有想我无？今仔日暗时啊，咱两个人要来洗身躯，好无？咱是姊妹仔伴做伙洗，当然嘛好啊。你讲啥？我教你，哪有可能是姊妹仔拍尔？我无咧。我张勇哦，对爱情我是足死忠的啦。那听起来怪怪啦。我歹消息，我要找小娟讲清楚。每禮拜日暗時8點，汽車四十九間，公司大機大。